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中秋佳节，吼，咱准备咱的心来迎主进入耶路撒冷城。咱来看今仔日的第一首诗歌《圣诗86首》。圣诗86首，吼，这首诗歌有5节，每一节的第一句拢是威严君王骑驴进京，吼，请咱各位吼，若方便，咱将圣诗甲摕出来，吼，咱来看圣诗，咱看圣诗来唱。较知影规首伊的全貌，吼，就是说，伊这首诗歌第一节甲最后一节，伊要传达的迄个歌词的意义。所以咱若会当的，咱献开咱的圣诗。这首诗歌是写了非常好的这个中秋佳节的诗歌，吼，拢总有5节，每一节的第一句拢是威严君王骑驴进京。然后伊的第二句，搁下骹就在形容这个情形。第一节讲百姓沿路出声欢喜，第二节讲徛在驴仔顶这个人谦卑自在，往死进行的死进行。第三节讲这个君王在骑驴进京的时阵，天顶的情形，吼所以讲吼，各位。主耶稣在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毋是干那遐个百姓在欢迎伊，天军、天兵嘛拢咧看，天顶的君王咧看。第4节讲，这个威严的君王骑驴进京的时阵，迄个最后的交战，闭尽眼目前，就是讲，伊在铺陈讲这项代志，搁刷落去会发生什么，吼。然后呢，第5节。这个威严君王骑驴进京，搁一摆讲谦卑自在，死进行。这个在描写骑在这个驴仔顶的这个人，伊的心态。所以这首诗歌写了非常非常的好。咱念伊若伫个礼拜中，咱都要好好来思考这个歌词。咱即摆来唱第1节甲第2节就好。好。这是一个真勇敢的表现，所以咱语气唔通伤过软正吼。预备来，威严君王骑驴进京，百姓沿路出声欢迎，路上菩萨就菩萨不争秋别，温酒滴酒对呀跪。好，第2节第2节来。谦卑自在，死进行。这世界多怕呀，看呀细最后冠冕。好，很好，好，你甲看吼，这个第5节，咱若看咱的迄个第5节吼，伊讲最后一句。伊然后上天即种官兵，就是伊德性，就是主德性。所以这首诗歌非常好，咱念伊认真来迄落。好，咱来看第2首111，耶稣受死，这首在描写主耶稣受死的时阵，迄时的气氛，好，咱来唱第1节、第2节，来，这真悲伤哦，真忏悔哦，你都要报迄个忏悔的心，预备来。耶稣受死，我的下面，我严格归受定为主。第2节，主你圣神。真好，这首诗歌甲咱讲，咱这个表白讲咱阿老归阳光互主的原因，
吼，因为伊受死，咱才会当受赎，吼。所以靠人靠什么人拢无效，无法度受赎，只有靠主。好，咱来看第3首359，在早上帝历史圣经，这首是咱这个圣礼典要唱的诗歌，吼，歌词啊拢写了真好，吼。是安怎要设这个献礼典？好，咱这个歌词拢有甲咱讲。好，咱来唱第1站、第2站。备来。在早上帝历史圣经，历史我的国度，故事就在心中动心。第2站来，主的名就显绿光彩，就最圣所应地，无浪消了相罪古来，了望天路。是啊，吼，咱设立圣餐，就是要纪念咱的主。好，咱下礼拜是国外节，咱有2首诗歌要请咱的会众甲咱斗阵做伙来唱。咱今仔日先来练一遍，哈。好，诗班请翻到那个永活的，哈，第12页，第12页到第13页，吼。好，啊，咱要请诗班先唱一摆，互咱听，吼。这节吼，这首诗歌啊，咱注意看歌词，吼，歌词。阳光尊贵，乌老清爽，基督坎得来承受。吼，这首诗歌有4句话，3句音调是同款，所以其实很好唱。咱请诗班来一次哦，好不好？好，我们那个，给我们起个音就好。阳光，好，我们唱主调，全部唱主旋律，好吗？好。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看这个，好，可以看那个，好。然后，会众麻烦恁则注意看这个歌谱啊，咱请诗班示范的，闪示就开始了哈，闪示。极大清爽，乌老无煞。重复前面的。哦，真好啊！谢谢诗班。好，我们一起来了，预备，开始。好，旋律一样，再次来。旋律又一样了。再一次，从头来，北来。极大称赞，无路无煞。灿烂盛赛，非常好。好，咱搁占2分钟，咱来唱第2首。第2首，下一首是那个复活节的故事。第4呀，好，我们唱1次就好哈，请诗班唱1次给大家听，我们再唱1次就好了。好，那个也是
闪逝就开始，可以了吗？诗班分到了吗？哈，第四呀，复活节的故事，第4节也是第4页，也是唱主旋律就好。哦罗基多，闪逝。西蒙，你看好，天庭。过来一样。好，会众一起来，预备开始。怎么了？哦，是哦，哦，不好意思。好，没关系，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练。好，谢谢。今仔日的吟诗学路到这，多谢。天界大人者的证件儿啊，得将上主应该有的荣光、权能归乎伊，得归乎伊；得将上主的名应该有的荣光归乎伊，存圣洁的心敬拜上主。三甲内面圣诗第86首。威严君王徛如镜前，吟全首，请起立。
请咱游玩起来，做伙来祈祷。全能的爸，听阮的主，你是和平的领军，伫铺山铺丛一树的路上，救主君王谦卑徛如啊进前，忍受肉体苦刑来死。这是何等插阮正经离心肝的画面。主耶稣为着众人罪恶受死，顺服天父旨意，孤单来忍苦悲，无推辞，受顶十字架顶，受众人侮辱来惨死。主啊，这种种的苦痛，拢是为着阮有罪的人。主啊，阮有罪正经哩，就怎样来回报你大大的慈爱甲恩惠？主啊，你受定的头遐是阳光的记号，是福气的本源。阮欢喜认你，求你互阮永远属于你，做你的囝儿。阮一心要听你，跟对你。对今日中秋主日到古外节这7日，是主耶稣的受难周。我们搁一摆来孝念、思想主耶稣的受苦、牺牲的精神，来学习跟对主的脚步，完成上帝交托阮每一个人所担当伫地面上的使命。怜悯的主，求你洗去阮拢总的垃圾，真做一个清气的人来接近你、敬拜你。掌权的主，我们专心注目看你，将主的十架真做阮的荣耀，领受你满满的恩典甲无比的疼痛。主啊，阮兄弟姊妹中有劳苦背担担的来到你的面前，拢要对你遐得到头棒。这时，我们叫主耶稣教示阮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请掀开信息后面1091页，刻印文第50篇。1091页，刻印文第50篇，出自以赛亚第61章。咱三甲做伙来刻印。至关上主的神灵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赤人，宣布受掠的得到头棒，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西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
所有看见因的人，为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三甲来吟圣诗111首，圣诗111首。耶稣受死，我得赦免，吟全首，请起立。请坐，请人各做伙来祈祷。至尊的爸上帝，原知人的话不只是话靠饼，搁较是话靠你的嘴所出朗诵的话。愿即时要谦卑就近你的话语，听你的教示。恳求你，予囝仔来到你面前，专心敲找你的人，予因找就拄着，拍门就甲因开，通得到你想事丰丰富富的恩典，无人会通抢去的分野。啊，恳求你的信心进入伫阮的心中。拍开阮心灵的耳孔，甲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当听见你的声音，看见你的拯救。感谢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三甲来领受圣经的话语，记载伫马可福音书14章1到11节。马可福音书14章1到11节，请咱来看，听我来读。嗰2日就是盘过节甲除酵节，祭司长甲经学教师伫找看要用什么计谋通掠耶稣，甲伊害死。不过因讲，毋通伫节期中惊了民众去暴动。耶稣伫伯大尼嘛访病人西门的厝，伫坐倒食饭的时，有一个妇人来，摕一罐玉盆，内面滴满纯搁贵的哪达香油。伊讲破玉盆，将香油倒伫耶稣的头壳顶。有一寡人真生气，互相议论讲：哪就安尼浪费香油？这罐香油会当卖300外的银，来救这散车人，因就甲伊责备。毋过耶稣讲：毋通甲伊动，哪会甲伊刁人？又为着我做一项好事，不时有散车人甲恁做伙，恁若要
不管是拢会当帮助因。不过我袂不时甲恁做伙，这个妇人人已经尽力做了。伊先用香油抹我的身躯，准备我的埋葬。我实在甲恁讲，这个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什么所在，人拢会讲起这个妇人人所做的代志来纪念伊。12是主导的一个以斯加略的犹大，去见遐个祭司长，要将耶稣出卖给因。因听着真欢喜，答应要钱给伊。犹大就一直伫找机会，看要安怎通出卖耶稣。愿上帝的话来引带人、帮助人。下面要请阿萨诗班来吟诗，因要吟的诗歌是来吟《何塞那》。
时要请黄春新牧师传讲主的信息。伊要讲的题目是：为耶稣的死准备好势。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日是中秋主日，咱也要举行圣餐来纪念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中秋主日对基督徒来讲，咱会称这礼拜受难周称做圣周，因为伫这礼拜中间，耶稣要完成上帝的旨意。也要应验先知的谶语，伊骑驴进前到耶路撒冷，群众摕棕树枝列队伫遐来欢迎。上时阵将因的衫铺伫涂骹，迎接弥赛亚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日子。伫圣经内底记载，耶稣选择迄个无人骑过的驴仔。诚做一个交通的工具，亲像得胜者同款入城。这拄拄应验撒加利亚先知伫第9章第9节所讲的：锡安的居民啊，爱欢喜快乐；耶路撒冷的人民啊，爱欢呼看你的君王来。伊得胜，凯旋而来，伊却谦卑骑一只驴仔，骑一只小驴仔。受难周对基督教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节期，伊会纪念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直到伊受钉死伫十字架顶，完成上帝的救赎。续接咧就是耶稣基督的国话。国话节过了7个礼拜，就是圣神降临节。因为有圣神降临伫耶稣基督的门徒身躯顶，互因会通受着感动、勇敢来为着耶稣基督的国话来做见证，才有今仔日的基督教会。受难周是上早伫初来教会受纪念的一个节期。教会为什么会重视这个受难周？主要的原因是要帮助咱。要唤醒迄当时的基督徒，因来知影耶稣基督的受难的意义，因为因也拄拄伫受难的中间，爱明白耶稣基督认同伊参与伫人类受苦、困苦的这中间。耶稣基督伊派着人类的罪受钉死伫十字架顶，所以也因为安尼，基督徒爱学习耶稣基督的模式模范的第一步，就是学习甲苦难中的人相甲同苦难。若欠过这款的认捌，咱就无法度要讲咱是会跟对耶稣会行一条天路。受难周的礼拜5是耶稣基督受钉死伫十字架顶的日子。伫礼拜5透早，耶稣9点受定，中昼的时阵大地动，天变乌暗，直到下晡3点的时阵断开。所以传统的教会会伫受难周下晡的3点举行耶稣基督受难的礼拜。今仔日伫工商的社会中间，咱会选择伫受难日的暗时举行这个节光的礼拜，所以伫这礼拜5暗时，也邀请咱兄弟来到伫礼拜堂做阵来参加耶稣基督受难日的节光礼拜。咱今仔日所读到的这段经文，这是伫搬过节前2天所发生的代志。迄个作者伊采取咱咧讲 sandwich 迄个三明治的手法来写作。头前咱已经有讲过啊，马可福音有9段的经文，伊采取经文的记载的结构叫做 sandwich。头前已经有5遍，今仔日到第14章，其实14章连续出现3遍，
拢叫做三明治的手法。伫这段经文的中间，三段拢有共同的主题，叫做备办，还是讲准备。咱要备办什么？伫这个搬过节的中间，这个三段的中间前后有人伫遐用计谋要备办什么？除掉耶稣。但是中夹到一个富人人，伊备办什么？伊备办要为着耶稣来抹油，拢是同款的备办，拢是想要找办法、找机会，总是因的动机完全无同款。现在咱就来看这三段经文内底的人物，因要为着耶稣的死，因要做什么款的备办，做什么款的准备。咱先来看第一节甲第二节。伫这节的中间，讲到备办搬过节，也是讲度假节，对犹太人来讲就是备办的日子。因为伫搬过节的中间，犹太人逐年拢爱斟酌伫遐来备办，伫遐来准备。住伫耶路撒冷的人，因爱铺桥造路，甚至蒙阿布都爱抹白漆，白色的漆。为什么爱抹白色的漆？因为因若无洗衣，行伫蒙阿布内面，就是安怎无清气。要来耶路撒冷过节，是爱清气，才会当入耶路撒冷城，才会当到伫圣殿。若伫路的行伫蒙阿布，煞无清气，安尼伊就爱隔离7天，才会通清气。所以住伫耶路撒冷的人，因爱备办。桥爱铺好势，路爱弄好平，甚至蒙阿布爱抹白色的漆伫遐，或者係朝圣客会通安怎？知影讲是这蒙阿布无清气，袂当过去。甚至每一个犹太人，因只要满12岁以上，佮住伫耶路撒冷附近25公里以内的人，因拢爱按照着律法的规定。爱清气家己，先备办好势，才会通到耶路撒冷来过节。伫遮个地区以外的人咧，因一世人至少爱有一遍备办好势，来到伫耶路撒冷守这个搬过节。所以咱爱了解，守搬过节就是爱备办、爱准备。往往要去耶路撒冷，伫遐来敬拜，对伫远途的人，因往往需要准备超过1个月以上。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因爱备办献祭的牛也是羊，因爱牵牛牵羊，对远远的所在，会通安怎行路？通常拢是行路，行路行到伫耶路撒冷。这个行路的中间，一行有可能爱几啊日，甚至到几个月。路上因要食啥物？通常因拢是庄头的人做阵，大家少少的备办好势，路的做阵来煮饭，大家人伫遐做阵来食。咱莫袂记的，迄是将近2000年前的时代。因备办好势，一抓出去来回至少拢几个月以上。今仔日伫世界也有真有名的这个朝圣之路 ，Camino， 这是伫西班牙圣地亚哥迄个所在，也对法国行到伫这个圣地亚哥迄个所在，法国南部行到伫圣地亚哥。迄行拢总爱行700几公里，行偌久？现在人因嘛毋是坐车，就是行路，至少爱行30日。所以咱会当去想象，搬过节的中间，因要行路到伫耶路撒冷，伫遐圣殿来敬拜。安尼一抓工去1个月来回1、2个月，这代志敢需要备办？当然需要备办。我头仔讲起
当地徛起的人，因爱批判铺桥造路，因爱去堵起路上的大石头，或者朝圣客安怎袂去落去窟仔内底，袂去踢到大石头，甚至蒙仔埔嘛爱插这个白插。所以伫这中间，因拢爱准备。搬过节是纪念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是纪念上帝对伫埃及做奴隶以色列人的救赎。所以搬过节的伊的本质，就是救赎这个事件。那度假节的，就是要批判人的忏悔悔改。所以上帝批判对人的救赎，人家己批判本身的忏悔。伫这个救赎甲忏悔的日子，正常的犹太人会批判家己，伫这个中间来忏悔，来迎接上帝的救赎。但是咱摊仔所读到的经文内面，这个宗教领袖因咧批判什么？因咧批判什么？因要批判是要来杀害一个人。这两项是一个真强烈的对比。一个是上帝要救赎人，一个是要杀害人；一个是批判家己悔改，一个是掠家己最中心。祭司长甲经学教师这两种人，伫犹太宗教的内面是宗教领袖，因爱负责带领人民来敬拜上帝，教导人民明白上帝的话语。但是因伫这个纪念上帝救赎的搬过节内面，因咧批判什么？因要批判杀害人的性命。弟兄姊妹，这是咱应该要去反省的。咱的信仰毋是批判咱去杀害、伤害别人。若是安尼时阵，这叫做邪教。咱的信仰是应该批判人。忏悔的心来到你上帝面头前，批判人的心，和耶稣基督的救赎点伫伊的内面。伫这个搬过节需要批判的日子，祭司长、经学教师因会批判什么？值得咱好好来反省思考的。煞者，咱来看第30到第9节。咱看到这段经文是一个女性，一个妇人人伊的准备。这段这个三明治的结构中间的中央，会描写这个妇人人的准备。代志是发生伫泰戈病人西文的厝内。无论西文伊的泰戈病有好无好，对当初时的人来讲，你着病，检查你个会感染，所以安怎？避之唯恐不及啦。但是咱看到耶稣，耶稣主动拍破这个禁忌。对西文来讲，伊是泰戈病的患者，过去得到，今仔日好去有好无好，咱毋知。但至少耶稣主动来到伫伊的厝，咱来讲，这叫做耶稣的突破。耶稣将迄个无清气的标签甲掠掉。咱有当时咱拢会有一种习惯去标签化，这个人安怎，这个人安怎。过去伫台湾228的受难者白色恐怖的这个家属，因无形中嘛被贴上标签，判咱做不爱国的标签。因为款无清气的标签伫因的身躯顶，但是嘛有真多有疼心的人用行动去接近这个受难的家属，那亲像耶稣接近这个泰戈病人的厝，因的行动拢是拍破禁忌，拢是将迄个人的歧视的标签甲掠掉。咱看到耶稣是用这款的态度来到伫泰戈病人西文的厝内。
今仔日的主题叫做备办、预备、准备。咱搁转来看经文内面所描写，这个妇人伊安怎去备办，伊安怎去准备。圣经描写讲，伊准备纯的哪得香油，哪得伫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内面，其实是在指对部署有一种的这个树啊，叫做香干松这种树啊，所揢着的油汁所提炼出来，迄个味实在是迄当时上好的香水香油啦。哪得香油？珍贵需要用一个玉盘伫遐底。这个玉盘伊无挂，伊底落去了后，最后用一个蜡风蜡甲封起来。封起来了后，通常啥物人会去用着？家境较好的人，因因查某囝要嫁出去的时阵，会架一支这个哪得香油，互因伫洞房的时阵会通揢起来安怎？抹伫身躯真香。这个玉盘嘛象征是在色女的完美香来献互因的婚姻的结合。哪得香油价销非常的悬。经文内面讲，即罐油偌济钱？300外的银仔，300外的银仔，到底是偌济钱？偌济工资？若是按照迄当时的人因的工资，因是领日薪，一工做是一工领钱啊。你做一工就领1箍，安尼来算，300外银仔，这对因来讲就是规年烫天的工资。更何况这种油，毋是随时拢会通去买会到的，所以咱爱去想看卖。这个妇人伊爱准备偌久？伊爱准备偌久？一开始我爱讲，迄个朝圣客，伊有可能爱准备几个月，才会当去耶路撒冷一抓工，几个月行路，伊爱备办几个月。但是这个妇人咧，伊要备办偌久？至少伊备办1冬，爱准备。爱欠钱，安尼1冬拢免食，敢是安尼？所以咱会通知影，这个女性，这个妇人应该是超过这个时间。伊要安怎轻欠家己的生活，才会当欠着迄个300银仔来买一罐纯的哪达香油。所以这个妇人是非常有准备的。而且是对人有利益的，是要来为着耶稣来抹油的。但是咱看到祭司长甲经学师因的备办是啥物？因的备办竟然是要来杀害一个人，这是非常离谱的代志。互咱看到这个女性伊的备办，但是其他的人安怎？边的人？无备办的人，圣经内面描写讲安怎？很不高兴，伫遐安怎批评这个妇人一讲，浪较尼浪费的香油有啥物意思？别人在做好代志，其他人伫遐安怎批评？咱敢有想过？批评的人，因敢有出钱？因无出钱，安尼因为何对这个妇人较尼生气？这个人对这个妇人的批判，那亲像批判伊，你有准备，我批判你，显出我较高尚，我较有理想。但是咱看到，这个妇人拢无为着家己辩护一句话，伊无要插别人的批判，因为伊知影，伊明白家己所要做的。因为耶稣完全知影这个
妇人人心内甲所做的一切。所以耶稣讲：何必为难伊？伊是为着我做一项美好的代志。这个美好的代志，是因为这个妇人人知影耶稣特别临终，特别死亡。其他的人唔知影耶稣要负死这款的孤单，也就是讲，无人知影耶稣的心情，只有这个妇人人感受到耶稣的心。这个妇人人的悲伴，唔是敢若悲伴300个囡仔的付出，伊的悲伴是完全感受到耶稣基督特别受难的心境，要了解一个人的内心心意。容易也是讲送一个物件给伊容易。我想要摕物件送伊，咱照咱家己的意思要来送，但是要来了解对方的心意，体贴对方的心意，这是非常无简单的。耶稣讲，这个妇人人是为着伊的埋葬做准备。咱看到门徒跟对耶稣遐尼久，无人体贴耶稣的心内，只有这个妇人人，伊体贴着耶稣的内心，体贴耶稣就要去负死迄款的孤单。也因为安尼，耶稣讲，人人拢要讲伊所做的代志来纪念伊。咱敢有想过，伫经文内面，这个妇人人叫啥物名？你去看的时阵，敢有写着伊啥物名？马可福音是无写伊的名呢。啊，一个无名的人，咱要安怎如何纪念伊？真侪独裁者拢嘛爱留名，搁爱留相，爱互人去纪念。但是圣经内面甲咱讲，咱就爱纪念伊，纪念这个妇人人。但是伊叫做啥物名？马可福音无写伊的名。当然，你会甲牧师讲去对照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内底有写伊的名，伊是马大的小妹，拿撒路的姐姐玛利亚。约翰福音是上晚完成的福音书，有可能伊查考这个妇人人的名叫做玛利亚。但是咱咧读马可福音的时阵，咱来按照马可福音的作者，伊所写作的思考来想。马可福音为什么无要写这个妇人人的名？我想伊是特别调工歪写的。调工歪写是为着无爱互咱纪念伊的名。既然无名，所要纪念的是啥物代志？圣经伊直接讲，纪念伊所做的，伊的行动，纪念伊安怎准备啦，纪念伊。伫别人道德的批判，伊点点无出声。当别人用因的价值、理想来看，讲啊，你这个伤浪费，伊无出声。伊敢若静静注目对耶稣所做的代志，伊纪念伊做一件好的代志。什么是美好的代志？这个意思是讲接近上帝的事，也是讲体贴上帝心意的事，这叫做美好。门徒甲其他的人敢有体贴耶稣的内心？无，只有这个妇人人体贴耶稣的内心。所以弟兄兄姐，咱要纪念的是纪念这件代志。咱敢有去体贴耶稣的心意？耶稣伫遮进入泰戈病人西门的厝内，你敢有去体贴耶稣的用意是啥物？他除掉歧视的标签，
搬过这是逐个人拢咧比办，对照起来，经学教师这时头因的比办是杀害一个人的性命，但是这个女性伊比办是体贴耶稣的内心，体贴耶稣今仔日为着救赎所有的世间人，咱要做的是啥物？体贴耶稣的心意。今仔日是受难周的中间，提醒咱爱体贴的是耶稣的心意，毋是用道德去批判其他人，亲像这个妇人人边的人用道德理想来去批判这个妇人人，无。耶稣是肯定这个妇人人体贴耶稣内心的艰苦感受。所以，咱来看第10节甲11节。第10节甲11节是这个三明治的经文的第3部分，就是犹太的准备，伊的比办是啥物？所以头先三明治上早是祭司长的比办。过来是妇人人的比办，第3部分是犹太的比办。这个犹太比办一开始第10节怎讲？耶稣的12使徒中间，这句话在讲啥物？在强调这是一个信用团体的内面，是耶稣的军队者内面。咱是耶稣的信用团体，咱是耶稣的军队者。新约甲卡巴特伊的解说，讲背叛耶稣是对12门徒中间的一个出来，伊的强调对教会的内部出来。迄个出来了后咧，那亲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若无有第一颗石头，都无有后续的滚雪球啦。伊咧强调，这款对教会内部所弹出来的第一粒石头，影响愈来愈大。这第一粒石头，毋是出自罗马帝国。这个第一粒石头，嘛是毋是犹太人的中间所弹出来，是竟然是对耶稣的军队者12使徒这个信仰的团体的中间所发生的弹出来。咱过去咧看犹太，拢是感觉讲伊真贪财，出卖耶稣，拢是因为伊的贪心。但是马可福音内底记载，毋是咧讲贪心。我嘛无认为犹太是贪心，我是感觉犹太是一个真有理想主义的人，因为迄当时犹太人对伫犹太的复兴有一个建国的理想。祭司长、经学师、法利赛人，无法度为着犹太来带来复兴的愿望。但是当耶稣基督在讲上帝国的时阵，军队者愈来愈多，做甲犹太伊看到这个犹太的复兴，哇，那亲像要成功啊！甚至耶稣的学生西比太2个囝，雅各甲约翰，拢来到伫耶稣的面头前，讲：当你阳光来临的时阵，一个互我坐伫你的正边，一个坐伫你的倒边。你去看，大家人拢期待耶稣基督做王，那亲像复兴犹太国。但是犹太伫遮，伊也期待犹太国的复兴。只是犹太，伊无求讲耶稣啊，你互我坐伫你的正面，无。总是咱会通看到，因拢有一个理想性，望建立一个地面上的犹太国的复兴，
是一个政治性弥赛亚的来临，但是因的理想无法度受到满足，所以犹大伊失望啊，伊出卖耶稣。所以伊毋是因为钱的缘故来出卖耶稣，伊是因为伊的理想，家己的理想，错误的期待，伊因为安尼来出卖耶稣。咱个想看卖，今仔日一段经文会通带咱什么款信仰的反省？我想第一项，咱来思考，伫耶稣基督国来以前，咱要做什么款美好的准备？咱的备办是啥物？一开始我讲这段经文三明治的经文的结果，三段的主题拢是备办。犹太人备办过半过节，但是错误的备办是带予人性命的毁灭。这个经学教师这市长，都是错误的备办。半过节是一个救赎，太是一个伤害人、杀害人性命。这已经甲上帝的意思是完全无共款啦，这叫做错误的备办。但是这个福音人咧，耶稣甲咱讲，咱来纪念伊，因为伊是一个美好的备办，因为伊认出耶稣基督，伊体贴耶稣基督的内心，伊体贴耶稣基督行往十字架迄个孤单，所以这个福音人，伊是一个美好的备办。伫耶稣基督过来以前，咱要做什么款美好的备办？咱若对经文内面有一段经文安尼讲，因为恁时常有这个善车人甲恁做伙，恁若要不管时拢会通帮助因。不过我袂不时甲恁做伙。我要通过这段经文，甲咱来思考。耶稣伫的时阵，咱爱掠耶稣最要紧，体贴伊的心。耶稣上天了后咧，咱伫世间，若是耶稣会安怎做？耶稣讲：我甲恁伫地的时阵，恁不管时，拢会通去安怎去帮助遮个善车人。但是我去的时阵，对象只有剩啥物人？善车的人。今仔日耶稣上天，无法度甲咱伫咱的身边，所以对打以后，咱爱备办的是啥物代志？备办的去帮助善车的人。耶稣基督过来以前，咱会通做的美好的备办，都是帮助遐需要帮助的人。也通过安尼，耶稣甲咱讲：恁若做伫恁中间至美细的一个，做就是安怎？做伫我的身躯顶。这拄拄和耶稣伫遮讲的是同款的教导。咱备办帮助人，都是咧做一项美好的代志。当咱去体贴受苦的人的心的时阵，这就是一种美好的备办。第二项，要紧的教是爱纪念这个福音人认出耶稣，体贴耶稣的内心。咱看到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我捌捌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亲像耶稣，咱咧讲伊有能力会当看清人的内心，上帝看人是看人的内心。安尼耶稣为什么会拣一位会出卖伊的人做门徒？
甚至犹大已经跟对耶稣3年久，这3年久，敢讲耶稣无法度教导伊、改变伊，啊，为什么最后伊会出卖耶稣？坦白来讲，犹大为什么会出卖耶稣？咱无法度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咱来去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作者伊加一句话啦，讲撒旦进入这个犹大的心。撒旦是一个主动者，伊另外一个名叫做魔鬼。伊会主动人亲近上帝，也引诱人离开上帝的教导，你引诱人离开上帝的旨意。所以咱看到真显然的犹大迄当时受试探，气杀耶稣基督的教导。路加福音真特别，伊的描写第4章的描写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以前，撒旦嘛去试探耶稣，但是圣经内底描写讲耶稣互圣神引带。所以换一句话，伫圣神引带下底，耶稣用上帝话语，较赢过撒旦的引诱。我想这个福音人，伊会通较赢过这个引诱。伊所选择的是甲犹大是完全无同款的路，是因为伊亲近耶稣。听耶稣的话，伫迄个中间，耶稣几啊摆会讲起，我要互人出卖，我要受定死伫十字架顶。这个富人人伊有听伫伊的内心，但是耶稣其他的学生竟然无听到。我记几年前台湾有一出电影叫做《莫大拉的玛利亚》，这出电影伫台湾的演。这出电影主要是根据主后120年到180年中间有一本册，叫做《莫大拉玛利亚的福音》这本册的内容所摄影的一个电影。这个故事的中间会凸显玛利亚甲其他男性的门徒非常无同款。玛利亚伊会通对耶稣基督的身躯顶去领受、去学习，甚至受领受描写，讲伊上会通体贴耶稣的心灵，体贴耶稣的内心。伫这个电影上时阵也有演出犹大出卖耶稣伊的解说，伊咧讲犹大不满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了后，干那去反对遐个犹太宗教的对路，竟然无摕刀来对抗罗马帝国，所以犹大就找犹太宗教当局，伫遐调过伊，引起罗马士兵的追杀，走到伫这个克西马尼园，伫遐甲耶稣揽的，伊就紧搁遭逃走啊。所以罗马的军兵就来到伫遐，也将耶稣来带走。伊也毋茫伫迄个中间检查耶稣看到追兵来的时阵，伊会摕刀起来对抗，但是圣经内面的描写讲，竟然耶稣讲，动刀的要死伫刀的下面。所以耶稣无照着犹大的计划，用暴力来革命。所以这件代志，互犹大心内非常生气，伊就想要来出卖耶稣。最后，伊就安尼来离开。电影的中间，玛利亚伊记着耶稣基督的国话，门徒为着上帝国的意思，伫遐互相伫遐争论。男性的门徒想要来建立一个地面上的国度，但是
瓦达拉的玛利亚却强调，耶稣的疼已经伫咱正人的心中。咱爱有这款的疼恩典，咱才会通引传世间人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玛利亚表明的上帝国，毋是通过暴力，上帝国是通过疼、通过公义来起造。一个遵行耶稣基督的疼，体贴耶稣心意的世界。马可福音内面，就是要互咱来纪念这个妇人人。伊无甲咱讲伊的名叫做啥物，这提醒咱来去纪念的是伊的行动。伊认出耶稣，伊体贴耶稣的心意。通过安尼，咱会通去欣赏真侪内在心思真幼的女性特质，学习因信仰的款式，去体贴耶稣的心意，明白耶稣的旨意，也行伊的旨意，互上帝的旨意伫地里，哪亲像伫天里。咱同心来祈祷。主管的上帝，感谢你恩典。伫搬过节是一个备办准备的节期，愿你帮助阮备办阮的心，是会通去起造人的生命的心，去造就人，去疼人的心。备办阮的心是一个会通体贴耶稣心意的心，除去阮的怨恨，因为怨恨毋是阮应该备办的代志。除去阮用阮家己的理想道德去批判别人，这嘛毋是阮应该备办的。愿你帮助阮备办会通欣赏一寡美好的代志，因为美好的事是愈瓦近上帝的心意。愿你帮助，伫中秋主日受难酒来临的时，备办阮的心，体贴主你的心意。愿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要来做信仰告别，伫圣经信诗头前13页，请起立，咱做伙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林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下面是圣礼典，3角内面圣诗359首。在早上帝默示圣经。
请坐。这时咱要三甲来甲主同坐倒，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恁既若着无啊担重担，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欢迎今仔属于伊教会陪参者来守主的圣餐。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圣餐的话，就是照使徒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领受，也捌传予恁，就是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来祝谢，所以咱即时要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现在阮按照你的命令摆设圣餐的宴席，是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的对日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日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恩典的中间，通荣耀你的圣尊名。阮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时，请服侍长老来到伫台前，也等下请咱兄弟上时阵摕饼甲摕杯。最后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呢来纪念我。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呢来纪念我。请咱接着饼甲杯的时阵，安静咱的心。来默祷。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三个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捧杯。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三个来感谢，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伫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诚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阮知，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是受祝福忠实的圣徒，是上帝国永远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继续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通煞接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通荣光你的圣尊名。阮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是讲道的时间，这是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受难周期间，咱甲全世界教会做伙来安静默祷。第二，为着4月初7拜5，耶稣基督受难日的这光礼拜。第三，为着圣歌队乐团过活节赞美礼拜的有备，请大家开喙祈祷。这是请张乃军执事做结束的祈祷。慈悲怜悯的天父，当阮少年耶稣基督伫张厝主日后，设立圣餐，为门徒洗骹，伫克西马尼祈祷，搁为着阮的罪受鞭拍，顶是一个受死国活。这毋但是圣经故事，搁较是你用性命去教导阮，是你用真实的宝血洗净赎回阮这不配的人。
求主，互阮通明白天父水的旨意，来承担上帝对阮的呼召。当我们要将全世界教会伫受难周、正月、听候以及礼拜五受难日礼拜，甲圣歌队乐团有备国外节、乌罗礼拜服侍，拢摆列交托伫主的面前，求你引带保守。愿圣神由阮甲阮三角之地，互阮各一届接着读经、默想、谨慎祈祷，以及用礼拜甲诗歌谦卑恭敬，甲主同行这段出世入生的路，上时也活出有愿望、荣耀主的基督徒性命，同齐实现主所交托予阮的大使命甲大诫命。求你听阮恳求的声，同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咱要来奉献。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坐。请咱掀开周报来看。通知事项，本主日是中秋主日，是耶稣基督受难周的开始。咱伫3场礼拜拢举行圣礼典。儿童值日学伫4月初9要开放圣餐，由林阳牧师来主持。第二，本主日下晡1点，伫大礼拜堂举行清明追思礼拜，邀请兄弟做伙来参加。第三，圣经学校伫4月初2、4月初9
清明甲过活节暂停2摆，4月16较搁恢复上课，请兄弟来注意。第四，全教会一日游活动，定伫4月2日拜六去新竹公园、南寮渔港、甲龙潭客家茶文化馆来佚佗，来做伙活动。报名是到4月初6，请要参加的兄弟紧紧来报名。也有人是咧线上报名，线上报名的人爱注意一点，就是你交了钱，就是讲缴了钱，你了后才有准算，你会记得你报名，你会交钱，你了后才有准算。第五，德国古伦神父伫4月16要来咱本会讲道。德国的博多兄弟在第2堂礼拜中要举行生命见证特会，欢迎兄弟姊妹来参加。这2场的地点拢是咧济南教会大礼拜堂，无提供直播，就是讲拢不提供直播。第六，咱伫4月初7拜5暗时7点半，要邀请音乐蜜启示班带领来举行开放式圣餐，欢迎不分年龄，也无分讲你是有受洗无，只要愿意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的人，都会当做伙来纪念耶稣基督受难，并领受圣餐。第7，4月初9耶稣基督过活节，咱是咧10点，咱是咧10点举行赞美礼拜。圣歌队甲乐团带领全体要献上俄勒祭，咱做伙来俄勒耶稣基督过活甲得胜。请兄弟姊妹有办心来敬拜。礼拜后，葫芦堂客嘛会特别制作复活节彩蛋，甲咱的兄弟来分享过活的喜乐甲祝福。8、4月的太泽礼拜是咧4月12暗时7点半，到科普特教会复活夜。这是科普特正教会咧主后42年伫北非最早的教会存续到今日，也是普世教会协会成员。因要来台湾访问，并依照儒略历在举行科普特复活夜礼仪，在台湾教会合会的协助下举行信仰对话。欢迎兄弟来参加，这是咧4月15号拜六5点，咧咱大礼拜堂。第10、2022年的年度2022年度奉献收据的证明资料，教会已经拢照会友的授权书上传到国税局。若有会友有缘需要纸本奉献收据，请伫4月底进前，办公室来登记，才提供给恁。若有啥物疑问的，请甲财务的同工来联络。团契消息：葫芦团契本礼拜2 4月7日清明假期暂停1摆，葫芦团契4月4号聚会停办1次。兄弟团契本礼拜5 4月7 9点半牧师要来主理
出埃及记。具体消息，高昭义弟兄伫3月初7下晡安息主怀，愈逝80冬，愿上帝安慰家属。礼拜时间个别礼拜是咧4月16下晡2点，咧咱济南教会。刘金伦弟兄的老爸刘仁辉老先生伫3月25安息，享年96岁，愿上帝安慰，甲敬遗族同在。其他教界消息。下周的侍奉人员，爱上周的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看。这时要来请牧师介绍甲补充报告。伫遮来介绍黄兴良甲陈宝庆是总经商甲会理长老伫加拿大文具部的亲家，请起立，互咱来欢迎。欢迎过来介绍是对高雄张丽华姊妹、张丽华姊妹来欢迎。过来介绍的是高胜尧甲杨丽轩是对淡江教会过来，欢迎，欢迎。过来介绍是日本的朋友秋山红美甲山田正行夫妇请起立，让我们认识你们。过来介绍的是对新加坡来叶宜健、叶宜健甲迄个叶千让，敢是来请欢迎。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来请安，愿上帝甲咱每一位相爱弟兄。三甲内面信息387首，因光归上信爸上帝，金丝线，请黄牧师祝祷，请起立。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火，对世人中带养分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基督国起来，互恁伫大项事来完全来行伊的旨意，佮对伫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来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愿荣光归伫伊，到伫代代无尽。阿免。请坐，灭岛闭会，若有需要带岛的兄弟，请到雨伞的其他的兄弟，欢迎参加地饼会交易。